正確測量血糖的方法。以下我哋會講解一下正確測量血糖嘅方法。首先要喺光線充足之下嘅環境進行。我哋需要準備血糖測量機、採血筆、血糖試紙、消毒火酒棉、紗布、廢紙袋、細利氣箱、非刺穿性器、動物鉗同埋手套。留意採血筆、血糖試紙、消毒火酒棉嘅到期日，確保物資未到期。開始前需要與個案解釋返整個程序，讓個案可以喺過程中配合。另外需要詢問案主幾時食完嘢，確保佢嘅血糖係空腹血糖啦，定係餐後2小時嘅血糖。首先洗手及戴上手套，之後將試紙插入血糖測量機，取出試紙之後盡快將個蓋蓋好，避免試紙受潮濕影響。等到血糖測量機上面嘅滴血符號閃爍嘅時候，再用消毒酒精棉消毒個案手指尖。等酒精乾咗之後，再用穿刺針刺穿手指嘅皮膚。擠出血液後，再將血液滲喺試紙嘅末端部分。用消毒紗布幫案主按壓傷口止血，按需要黏上消毒膠布。大概幾秒之後，屏幕就會顯示結果。記錄血糖讀數後，請將穿刺針放喺利氣箱入邊。如果你係家居照顧服務嘅同事，請將穿刺針放入細利氣箱入邊，再放入一個非刺穿性器裏面，即係雙重容器。將試紙手套放入廢紙袋，然後將廢紙袋放入有蓋垃圾桶入邊。最後洗手，與案主解釋測試嘅結果。記錄血糖讀數喺記錄表，記得記錄係空腹血糖定係餐後幾多小時嘅血糖，記錄時間同埋簽返名。空腹嘅正常血糖值係4至7，而餐後嘅正常血糖值係5至10。如果案主嘅血糖有異常嘅話，就要即刻通知返當值嘅護士或者係上級。如果意外被污染嘅血糖針拮親，需盡快同上司報告同埋求診。